南山應該係全個廣東省其中一個最有錢嘅地方，所以全國一啲高級嘅品牌餐廳對呢個地方都虎視眈眈。今日就介紹呢間成恩橋梁。呢間餐廳其中一個最大嘅特色，當然就係佢擺款，每一道餸擺出嚟都好精緻。之後有幾款特色建築材都係根據中國古建築構思去呈現出嚟。呢個和牛煎鴨做到個皮好脆，入邊仲有牛肉肉汁。主菜就有兩個靚嘅牛肉，一個用燒嘅方式，入口非常 juicy；另外一個就係用火鍋嘅方式，先加入一啲大量嘅菌類，熬一個湯出嚟，放一啲上乘牛肉滾一滾，湯又有牛肉味又有菌類味，我非常中意呢一道菜。個湯好夠味。之後就重口味啲，就係燒鵝肝。當然仲有其他菜式，例如燒銀鱈魚同埋最後嘅甜品啦。食完啦，喺門口拍個 ending。我覺得呢間餐廳咧，好似俾我感覺就係深圳而家有錢人點樣去講究嘢食，每一個菜上嚟擺款都係好特別嘅。同埋我估個老闆可能係建築師或者好中意中國嘅古建築，佢將舞台、菜式、建築加入呢間餐廳入邊嘅元素。餐廳就係圍繞住梁思成同埋林徽因打造出嚟嘅。希望你中意我哋嘅介紹，拜拜。